大家好，我係合一音樂事工嘅 Patrick， 亦都係今次音樂會別放肆嘅主題曲嘅作曲人同作詞人。但係與其話係我寫呢首歌，倒不如話係神賜俾我哋嘅一首主題曲。就係1月嘅時候，我哋已經有一個感動，係想為到喺達拉斯地區嘅講廣東話嘅弟兄姊妹辦一場敬拜音樂會，好讓我哋一齊去敬拜神。呢個亦都係我哋好耐冇做過嘅一件事情。咁所以我哋團隊就為到呢件事不斷去祈禱，神就好快將今次音樂會嘅主題同埋音樂會嘅經文都賜到喺我哋嘅當中。經文係咁講嘅，箴言29章18節，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意思就係話，當人冇咗呢個異象，神俾我哋嘅異象嘅時候，我哋嘅生命就會冇咗 focus， 冇咗個 focus 之後，生命就會亂。但係當我哋再次遵守神嘅律法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去到面前，我哋可以得着神俾我哋豐盛嘅生命，我哋都有平安有喜樂。當我哋決定咗呢個經文嘅時候，我哋嘅團隊就繼續為到呢個音樂會去祈禱。神亦都悄悄咁將佢要俾我哋嘅歌詞同歌曲慢慢擺到我心裏邊。因着一次嘅退修會，主將我擺喺一個好美麗嘅環境面前，睇到佢嘅創造，呢首歌就大致完成。當我將呢首歌拎到翻嚟團隊分享嘅時候，我哋嘅團員 Sylvia 亦都將神放喺佢心裏邊嘅說話同我講，呢首歌就正正式式完成咗，好讓我哋可以透過呢一首歌去到神面前，去再一次求佢異象，求佢嘅帶領，好讓我哋得到呢份出人意外嘅平安同喜樂。求你管教我們，讓苦困休止，讓我們心裏喜樂不絕。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守你律法的，你別啟示，讓我們依靠你，跟你